嗱，今集輪到講下其餘8個地支嘅藏干原理啦。先講下子午卯酉先。嗱，由於呢4個地支佢哋各自喺4季中嘅當旺月令，所以佢哋藏嘅氣咧都好清純。佢哋大多都係只係藏一個氣。例如卯對應嘅月份咧就係2月，2月正正就係春天最至中嘅月份，所以佢哋所藏嘅氣五行咧一定為木。嗱，另外啦，根據法則規定，子午卯酉呢4個地支，佢哋所藏嘅所有氣五行屬性都必定為陰，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卯嘅主氣只會藏屬陰木嘅月啦，其餘午就藏陰火嘅丁，酉就藏陰金嘅申，子咧就藏陰水嘅癸啦。嗱，不過有一點要留意，呢4個地支裏面只有午呢個地支咧會藏多一個氣，就係己呢個陰土啦。點解會咁呢？原因咧同我上集講過嘅原理都有啲關係，因為午嘅主氣係火，以五行嘅法則，火只會生土，而呢個中氣嘅己土正正咧就係做咗一個中轉嘅角色。有咗呢個己土咧，佢咧就可以孕育到秋季所屬嘅金氣。呢個咧就係季節轉換嘅定律，又或者可以叫佢做五行流轉嘅定律。好啦，到最後嘅4個地支，又睇下佢哋藏干嘅原理啦。首先講下主氣，嗱，呢一個咧係最容易記嘅，因為咧辰戌丑未呢4個地支，佢哋又稱之為4大墓庫，而且咧藏嘅氣比較雜。嗱，我估咧呢個亦都係大家覺得最難記嘅原因。嗱，佢哋4個地支本身嘅五行主氣都係屬土，當中嘅辰同埋戌咧係屬陽土，所以配嘅主氣就自然屬於陽嘅墓土啦。另外未同埋丑咧係屬於陰土，所以配嘅主氣就自然會係屬於陰嘅己土啦。嗱，搞掂咗主氣之後咧，再睇埋中氣。嗱，中氣藏干嘅原理咧係要以地支自己對應所屬嘅季節嘅五行，並且咧只可以係陰天干嚟定。例如辰對應為3月，3月咧係屬於春季，所以佢藏嘅一定係木，而且咧只可以係月木。又例如啦，丑對應嘅咧係12月，12月咧係屬於冬季噶，所以佢藏嘅咧就一定係水，而且咧只可以係癸水。嗱，到最後睇埋餘氣，同樣都係啦，佢哋只可以藏陰嘅天干。不過講到呢度咧，我要勾翻起大家嘅回憶先。嗱，相信有學過八字基本理論嘅都應該會知道12地支系統裏面有三會局呢個理論。嗱，如果唔記得嘅話，大家可以睇翻呢個表。嗱，三會局咧係指有4組地支可以構成三會嘅格局。例如亥卯未呢3個地支，佢可以咧匯合成木局，而匯合成木局嘅原因，正正咧就係全靠呢個組合當中嘅卯木。嗱，知道咗呢個三會局嘅法則，就可以翻嚟睇下餘氣藏啲乜啦。又講下呢個未字先，佢咧係屬於亥卯未三會木局嘅呢一組其中一位成員，所以地支未嘅餘氣就藏有月木啦。原因在於咧卯對應嘅月份咧係2月，2月正正就係春天最至中嘅月份。嗱，春天咧係草木萌生嘅季節，五行就自然係屬木啦。所以最後我哋就將月木定做佢嘅餘氣啦。又例如巳酉丑呢3個地支，佢哋可以匯合成金局。而匯成金局嘅原因，正正咧就係全靠呢個組合當中嘅酉呢個字。咁地支丑咧，佢係屬於巳酉丑三會金局呢一組裏面其中一位成員，所以地支丑嘅餘氣就藏有申金啦。原因都係在於酉對應嘅月份係8月，8月正正就係秋天最至中嘅月份，五行就為金，所以最後我哋就將申金定咗做佢嘅餘氣啦。嗱，其餘嗰2個地支都係依呢個法則嚟睇。好啦，終於講晒12個地支嘅藏干方法啦，希望咧幫到大家容易去記，同埋方便大家去運用。嗱，如果大家想睇到我更多嘅風水命理、面相掌信同埋易經嘅節目，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，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噶。